我来看，伫咧中国的贵州有一个要去度假村的地点，不过因为敢若剩一户无愿意搬走，一户差一点就去互政府拆掉。后来这个度假村说是决定无要搁起啊，所以规片空地都敢若剩伊一户。这户的居民就买手，伊是用茶白锁啊，愈起愈悬，起到伫要10楼悬，而且即嘛是正做在地一个真特别的所在。一栋奇怪建筑踩伫田中央，详细看竟然是一栋外高市川的塔楼。这栋悬塔是当地农民陈天明亲手起的，伫中国贵州省兴义市。规栋建筑敢若用茶帮、茶棍啊，这建材搭建，再搁用锁啊伫涂骹固定。每1-2年，陈天明都会加起一层，目前已经有10层楼，有23公尺。塔楼毋但会当轻松支持人的体重，阁有侧房、房间这的生活空间。现在在上面就是会感到就是心旷神怡、游目骋怀嘛，有那种感觉，视野比较开阔，而且世界就是说看到的世界的那个内容比较丰富。当地政府本来是按算签并陈天明旧厝的村庄兴建大型度假村，所有村民拢同意搬走，敢若陈天明的爸母拒绝，搁就专要保护组团的旧厝。无预估度假村计划因故取消，单价都伫原地继续生活。陈天明发现4块里无任何厝体会去惹到视线，会当爬悬看真远，风景应该真好。所以伫无任何建筑专业知识，也无设计图的情况下，甲这栋塔楼一层啊一层甲起来。以前都是把它建成，这个是我的梦想。现在我是守护它，是我的责任，也是我的梦想。因为这座塔楼的外形真特别，故事嘛真神奇，吸引袂少观光客来看。中国的媒体佫甲伊乌白豆的外形，甲伊甲宫崎骏动画《移动城堡》来相比评。虽然当地政府已经甲这个塔楼列做违章建筑，佫要求单价爱家己拆除，但天明表示，即马当地也无开发计划，无烦恼政府的需求，已经提起行政诉讼，后届会继续上诉。公视新闻由派准编译。